所以咱遮大声和大家讲新年快乐，啊，耶稣听你安尼，啊嘛希望讲即几日啊的天气变化较济，啊较冷，啊咱大家拢会当身体健康。所以伫今仔日咧要来分享的进前，啊邀请咱大声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愿你的圣神今仔日会当光照阮，赏赐阮真大的愿望。愿你的话语成做阮今仔日的引带，带互阮极大的喜乐。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咱今仔日要斗阵来看的经文，是伫马太福音的第2章第13节到23节。我家己在备办即段经文的时候，上届去引我的迄个段落，就是这第2章的第18节。哦，这第18节是一句诗句，伊安尼讲：伫拉玛有听到声，啼哭真悲伤。律法为着伊的囝儿在哭，毋肯受着安慰，因为因拢无去。哇！我安尼读的时，看到这个第18节，就感觉迄个心足痛的啦。就是一个，我先看到一个妈妈安尼真悲伤，真迄个囝拢无去的迄种痛，就安尼插入我的迄个心的内面。啊，是安怎会有即款的诗句出来呢？咱若是对17节来看，就会当知影哦，这诗句是早时耶利米先知伫西元前6世纪所讲过的话。迄个时阵是啥物款的状况？迄个时阵就是以色列整个国家要互巴比伦这个帝国来毁灭。所以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人民，一群一群互巴比伦的帝国的兵哥来掠去。所以这个诗句所表达的是以色列民族，因迄个民族的妈妈叫做吕吉，伫因的故乡的梦的内面，迄个梦就是迄个耶路撒冷甲拉玛迄中间的一个所在。拉玛是一个所在但遐迄个梦伫遐，就看到以色列的囝儿安尼一群一群，互人掠去啦，互人苦毒，互人虐待，直到伊即个梦空空伫迄个土地的迄个所在，无人甲伊纪念，是一个真空虚的一款悲伤的状况。这个诗句系伫即马即个段落，就是伫500-600年了后，咱会当看到，伫即个土地暴力，佮有失去了囝儿的迄款的痛，佮一摆发生伫伯利恒即个城市的内面。咱知影，咱若是看圣经，就知影，伫希律王统治的迄个时间，即个时间，整个城市2岁以下的查某囡仔，拢互抬去。哇！这是一个真大的悲伤，佮互人真惊吓的代志。毋过这个希律王伫历史的记载内面，伊是本来就是一个真残忍的王，伊是出名的残忍。其实讲今仔日耶稣基督无有出世，无有普世来甲希律王讲犹太人的王伫倒，无安尼讲。这个希律王伊伫这个土地顶面早就杀死真侪的人。伊讲历史的记载内面有讲到，伊捌杀死家己的妈妈、家己的某，佮有伊家己2个细囝。伊嘛捌杀死伊的王宫内面300位官员的性命。甚至当伊在要过身的时候，伊为着要互伊的王国，伊的管理是稳定的，伊就叫人甲迄个这个城市内面
首都内面吼，迄个知识分子也是上好的人士，甲因抓起来，关伫迄个赛车场的内面，就命令伊家己的官兵讲，伊吼迄口气若无去的迄个时阵，就甲遮的人拢杀死，吼，迄个头拢安尼杀死。所以咱会当看起希律王真正是一个真残忍的国王。迄个时阵吼，所以对即款的人来讲，伯利恒即个细细的所在，可能全部差不多10几位的查甫囡仔，安尼互伊安尼杀死，这是差不多拄好尔定啦，吼。毋过，咱会当想象，即个无有安全感的王，听到有一个囡仔出世，佮互人讲是未来的王，伊就一定会来处理这个代志，一定会甲遮个囡仔拢杀死。所以我读到遮的时候，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上帝是安怎？你互耶稣基督伫即个时阵来出世？若毋是耶稣基督的出世吼，甲遮个形象甲来去应，可能遮个囡仔就袂安尼白白来死去啊！我就想讲，上帝啊，你若是全能的主，是安怎爱互遮个妈妈来忍受遮尔大的痛苦？遮尔济无气力的囡仔，就爱受着性命无去的即个痛苦。这是偌无公平的代志，是安怎？上帝你毋较紧来，互希律王伊的邪恶来停止？我就想讲，耶稣来是要带来安慰吗？是要带来平安吗？是安怎？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就感受到，主耶稣你来的是迄个平安伫倒落，你所带来的迄个安慰是伫倒落。我相信这款的状况，毋敢若是伫即马听起来真恐怖。咱现在的世界，若是有无辜的囡仔，也是人，互暴力来杀死，来忍受着苦毒，咱中间无有人会感觉到这是公平的代志。真侪时阵，咱会对安尼的代志来感受到受气，咱毋敢若来亚胜这个世界的暴力，佮有邪恶，甚至较进一步，咱会开始来责怪上帝是安怎？你无要较紧来，互遮个邪恶的君王来停止。就亲像即几日拄过了圣诞节，我相信咱当中应该嘛有真侪人有看到中国的政府即马真严要禁止迄个所在教会来举行任何圣诞的聚会。所以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我就感觉讲，迄个所在现在真正是，迄个政府真讨厌迄个教会，迄个所在教会即马一定所面对的状况是真无好的，真恐怖的。是安怎我会有即款的感受呢？因为其实我2年前，我会记得我2年前，迄个时阵中国对基督教会的压制已经真严啊！迄个时阵我拄好搁在读神学院，就和学校的老师做伙去温州的一个地下的教会来帮助遐个基督徒。遐个地下教会，遐个基督徒差不多有100位诶学生踮遐。遐个学生拢嘛是新学生，拢是想要来做传道人诶。因遮诶几百个差不多100外个新学生，差不多20几岁诶少年人。就规日就爱秘伫迄个无法度看到日头诶建筑内面，开真侪年诶时间，慢慢甲遐个课来上学了。我过去所读的神学院，长期拢有伫和遮个地下的神学院来合作，所以咧1年中间，会当看去逐科的老师拢会轮流来和因
教册也是交流。啊，每一摆入去，就是开始为因上迄个密集班。啊，入去就是2礼拜，啊，迄2礼拜拢无法度看到日头。啊，要做啥物代志拢，着爱非常的细致，非常的隐秘。但我迄个时阵和老师去的时候，踮遐若聚会无法度大声唱歌呢，无法度安尼像阮他们拄安尼敬拜啊，个欢喜，啊，拢安尼真细声安尼唱，有时着歹唱。是安怎呢？因为惊互厝边隔壁听去讲啊，这个建筑物内面原来有人哦，原来有人咧组织咯。所以迄个袂当有真大声的声，啊，所有的窗啊，卡顶拢拖开，互人看袂出内面有人。所以佫有佫较重要的是，就是这个地下的神学院，就有爱有一寡新进的人员，来教这学生斗3工，斗啥物3工呢？就是讲吼，因上界烦恼的，就是这个所在互人通报，啊有公安来临时来检查，所以吼，这个新进人员每一日拢是在安排这个车辆啦。吼，迄个车辆就是，若是有公安来时，啊，着分配，甲这个学生吼4个3个安尼。再就是带出去，啊，带到无共的所在，带到无共的厝，啊，人拢无去，就是莫互人找着，安尼。所以，这个行政人员是真无用，因拢在联络车辆，也是无得，搁爱找别个会当聚会的所在，啊嘛是互人找无的所在。所以，嘛捌拄着过讲，上课上到一半，啊，这个行政人员就来甲咱讲啊。即马有消息讲公安要来啊，啊，袂当去上课啊，啊，所以大家就紧收收的，啊，开始甲学生分迄个车，分伫迄个车内面，啊，就偷啊，就带走啊。啊，过程中所有的声音拢无法度发出，啊，行路的时吼，就亲像咱富强教会嘛有真侪监视器嘛，啊，因行路的时，伊就爱偷有一个角度啊，莫互迄个监视器。翕着面安尼行，啊2、3个安尼分批安尼走。所以呢，迄个时阵只2礼拜，踮遐我印象实在是真深。迄个时阵有一日吼，迄个学生邀请老师，佮有我是助教嘛，就做伙来带因做1个礼拜，因为因遐较无即款的资源嘛，啊，就想讲带因做1个礼拜，啊，因嘛学习无共个礼拜的方式。啊，所以老师和我就来设计一个较安静，啊是庙岛，啊唱地歌迄款的迄个泰泽的礼拜，啊就带因迄个时阵刚好拄啊好是受难周，啊就带因做这个受难周的礼拜。我带因做这个受难周的礼拜的时过程中，感觉有够痛苦的是安怎？因为因迄个在唱迄个地歌的时候，也是在祈祷的时候，迄个整个教师差不多30、40个学生，拢在哭啦。嘿，因为就是迄个压力伤大，啊，在祈祷的时，啊，迄个祈祷的时，太早祈祷的时间较长嘛，所以祈祷的时就开始听到有人在迄个漱鼻水的声就，啊，查甫拢共款，啊，在哭，佫毋敢哭甲伤大声，就安尼，安尼啊，整个教室拢是安尼的声，啊，真痛苦，感觉真毋甘安尼。我迄个时阵吼，无到2礼拜，就感觉真久无看到日头，啊，敢若会当规日拢用迄个日光灯安尼照，啊，无法度大声唱歌，无法度大声讲话，感觉真有忧闷呐。毋过，遮个学生，遮个少年的学生，已经安尼几啊年啊。安尼无法度伫日头下面来过信仰的生活，已经几啊年啊！即种秘伫黑暗的所在，惊吓忍耐，无法度讲的受气。迄个时阵，我伫看的是，看因遮学生伫哭的是，即款的日子，啥物时阵才会结束？所以，若是伫外人来看，我相信伫迄个大陆迄个所在无信的人来看，遮学生是安怎会信基督教啦？反倒转为遮个少年的囡仔吼，带来
无幸福的人生，阁有真侪捆绑。毋甘若政府甲因反对，真侪人吼因甲我分享，因的爸爸妈妈嘛是真反对因来行即条路。我迄个时阵毋知影是啥物款的力量、气力会当甲因支持遐尔啊久。有时我嘛想讲，若是我今仔日毋是活伫台湾，我今仔日若是活伫另外一块土地，我若是活伫中国，我敢有即款的信心，阁有勇气来跟对耶稣？面对安尼的状况，我特别问：对遮个伫苦难中的少年人来讲，安慰伫倒落？上帝安慰、上帝平安伫什么所在？咱若是转来看看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的经文的即个社会状况，今仔日的经文的迄个状况，嘛是嘛是一个伫迄个真高压的政治的环境的下面，人民伫内面的痛苦。咱当看到，虽然讲希律王伊的压迫真大，伫经文18节迄个啼哭的声，的痛苦是真深。毋过咱若是搁较全面来看第13节到23节，咱会当看起讲，甲即个啼哭的声围起来的，头前搁有后面的迄个声，其实是第一个有天使的声音，第二就是先知的声音。咱大先来看天使的声音，伫13节到15节，搁有19节了后，天使的声音时常伫约瑟的面梦中来显现。面梦这个字，伫今仔日所读的段落出现了3摆，所以这是一个真关键的这个字。天使看到约瑟在惊吓压力内面，搁爱照顾囡仔，迄款压力的内面歇困安息的时，伊就伫伊的安息、伊的困眠内面来去做迄个眠梦。这个眠梦，甲约瑟讲安全，会当走路的所在伫倒落。这个眠梦帮助约瑟，会当对歇困的时，看代志有一个关度。有一个敏感，有迄个气力，读知影，迄个时阵的时势是啥物款的时势？天使伫眠梦内面呼召约瑟起来行动，来照顾伊的某，阁有即个细囝。约瑟看去、听去即个眠梦，伊知影危险，就起来照上帝使者的话来做。所以表面上虽然介像约瑟一直咧走路，一直咧搬厝，毋过即个眠梦却互咱知影，即个天使的声音互咱知影，其实伊是咧行性命的道路，伊毋是咧走路。即条路互伊换，甲伊的规家啊拢换落来。咱看去，过来刷只第二个声音是先知的声音。先知的声音甲天使的声音共款，拢有不断地重复的一个字。先知的声音在不断地重复的迄个字是应验，吼，伫第15节有讲应验，17节嘛有一个应验，23节嘛讲先知的话应验。所以先知的话伫经文内面，互人记落来。这经文对犹太人细汉的时代，安尼读，安尼学。这个诗句拢是因对细汉的安尼，就亲像咱的唐诗300首，安尼真熟的迄个话语。这个话语，当因大汉了后，就亲像因人生的一个地图共款。因看到这个世界的状况，佮想到捌读过，介像有类似的即款的经文，因就知影这个经文可能即马应验，这个经文所讲的代志，咱即马世界可能正在发生。所以，这个经文就亲像地图，互咱知影咱伫什么款的阶段，现在发生的代志，以前就有讲过，代表什么款的意义。所以，这个苦难，
才会发生的痛苦，那是以前先知的讲过，那是迄个时阵所讲的应验。伫即个时代，咱就知影，这毋是无有意义的苦痛、苦痛，这是有上帝安排，佮有计划伫中间。若是有上帝安排，佮有计划，安尼人所看的无有意义的痛苦，就毋是无有意义的啊。甚至伊无过是痛苦，伊是一个要成做上帝互人的性命的目标的迄个目标，要向前行的其中的一站。但若是来看遮个要应验的话句吼，就亲像伫15节，迄个15节伊讲，我对埃及调我的囝出来，这是先知所应验的话语。这个话语是出自先知书何西阿书的11章第1节。咱若是有用的时候，等伊来现这个先知所讲的话，就知影哦，即节先知就有讲，伊对埃及调伊的囝出来，是因为上帝真疼伊的囝，伊要甲伊对苦难中拯救出来。所以为着安尼，人毋是伊的囝是毋是？无有啥物原因，就安尼走出来哦，是因为上帝爱甲因疼，所以因爱出来。所以就知影讲，这咧走路的这个画面，其实是上帝疼的显现。搁有第二个所在，就是伫18节，差不多真吸引我的迄个18节所在，所应验的是耶利米书31章15节。伫耶利米书31章15节，是一个真悲伤的话语。毋过，当咱继续看耶利米书16节，就会看去讲，伫遮个目屎后面，上帝所讲的话是讲，耶和华来安慰遮个妇人人、遮个以色列人民的目屎。伊讲，恁互人掠去、互人刣所死去的、所了的物件，搁爱搁会搁转来。以色列了去的遮个囡仔会搁转来，因会有真大愿望，这是上帝互因的应允。所以就是讲，有时咱生命中，也是咱看别人，假像是无有意义的苦难，咱甲上帝问讲：上帝啊，你是安怎无安怎，还是无安怎？这是有啥物意义？当圣神甲圣经的话语。就是上帝的神，佮有上帝的话来教阮引出的时，就会帮助人看起家己伫上帝的地图的什么所在，家己会当安怎走，甚至咱谈多所感觉真可恶的希律王的即款的苦难，嘛不过就是进前先知所讲过的话，即马应验尔。上帝的话甲上帝圣神做要做工，互咱会当有当人来接受即个代志。即款的工课，就会当互咱有真完整的一个世界对世界看世界的观念，互咱会当有即个地图来行咱人生的路。上帝圣神会帮助咱来开咱的目睭，互咱知影家己伫地图顶面的对一个所在，目前伫经历的痛苦，也是目前伫行的代志的方向，应该是安怎看？这个上帝的话，佮有上帝的使者，也是咱讲圣神，毋敢来帮咱约瑟来面对迄个时阵的苦难，嘛有缘伫咱这个时代的发生。我谈多分享讲，我迄个时阵去中国2礼拜，迄个印象真深。转来了后，我才开始和我以前的学校内面嘛有真侪中国来的学生，开始和因较有交陪，开始和因抬讲。学校慢慢来接纳搁较侪中国的学生来读，因为希望讲中国嘛有会当有家己的教会，甚至有家己的神学院，会当培养因家己的牧师，有好的真理的教导，毋是互政治来影响的。所以我的学校过去的学校，即马就有较侪即款的学生，我就迄个时阵就开始会和因抬讲。
我就开始慢慢啊了解较侪的故事。其中我印象较深的一位同学，是一位年岁差不多会当做我的爸爸的同学。啊，伊真热情，啊，伊到台湾，介成真欢喜共款，因为伫台湾会当安尼真自由来敬拜，真自由来讲信仰的代志，伊就规个人拢安尼很神清气爽啊，足欢喜即款代志。啊，伊若坐伫遐食饭，啊，我就看伊坐伫遐，就和伊抬杠，啊，就来知影了解伊生命发生啥物代志。伊生命是安怎信主的？伊甲我讲，因遮吼对细汉拢是无神论背景安尼长大的。啊，伊开始拢是感觉即个宗教信仰吼，拢是心灵的鸦片，啊是真无法度相信的物件。而且因全家拢是知识分子，啊拢真有钱，有诶做医生，啊亲像伊家己，伊是读工程的，伊是一个博士。啊，因哪会开始信主，也是伊诶家庭是安怎开始信主，是因为因妈妈特别过身的时，迄个时阵，迄个病院的一个照顾因的护士，想要甲因传福音，啊，就鼓励因讲妈妈安尼痛苦，妈妈安尼痛苦，你会当为你的妈妈来祈祷。啊，因全家就拢感觉啊，也无真认真咧听。毋过当到伊的妈妈真正特别袂使啊，特别走的时，因的厝内面阁有几若个囝儿赶袂赴转来看迄个妈妈上后尾的一面。啊，因已经伫妈妈身边咧陪伴的人，实在是真毋甘愿，甲妈妈讲再见。啊，毋过迄个时阵，因的妈妈倒伫迄个病床的顶面吼，迄个心跳已经特别无啊，啊到煞尾就已经无啊，就是已经死去啊。啊，我抬杠的这位大哥吼，伊就真紧张啊，真悲伤啊，搁真毋甘愿。迄个时阵，伊就想讲啊，好啦，无就请迄位护士为妈妈祈祷啦，吼。啊，带因全家为妈妈祈祷，就去一摆看觅。啊，伊嘛无真正介相信这个代志。毋过，这个护士吼开始为着因妈妈祈祷的时，因迄个妈妈的心跳就断来安尼。啊，煞搁活一阵仔，嘿啊，互因搁有较济的时间来和因的母亲来会再见安尼。所以，迄个时阵拄着这个状况。这大兄因全家拢感觉真戆讶，这是啥物款的状况啊？哪有人安尼祈祷啊？这人的心跳就断来。所以对这位先生来讲，伊就亲像看到妈妈死了后，佮活起来的状况。所以对于安尼的状况，因兜开始对基督信仰有好奇，啊，伊就慢慢开始想要认捌基督，伊就开始看圣经，啊，就知影人死佮活的意义，啊，就开始知影人死佮活的道理，啊，耶稣基督是安怎互人安尼，啊，就慢慢信主啊。虽然安尼得救的信主的经验，拢是真个人啊，真神奇。毋过，伫咱每一个人相信上帝经验内面，总是会当看见上帝圣神咧做工，佮有上帝的话嘛在引带咱的兄弟姊妹。圣神互这位这位先生伊有一个真奇怪的体验，啊无法度解释，伊感觉对家己无法度解释。啊，伊去看圣经，煞伫圣经内面知影人死佮活的意义，佮有人死佮活的这个答案。所以伊早会当有这个气力伫特别退休啊，爸爸妈妈是特别退休的这个年岁，啊，佮来到台湾来学习，啊，来学习，毋是要有啥物真悬的学位呢？伊来学习，就是重新读硕士，啊，佮转去伊的国家，伫迄个真压力的迫害基督徒的环境，要来传福音嘛。所以对伊的性命，对伊安尼无要行遐的性命内面，我才看去，其实互人上界无法度接受的是
因为遮个苦难、遮个死亡无有意义，特别是无辜的生命，若是白白受苦、白白死去，就亲像若是迄个大兄，迄个时阵毋认捌上帝，伊的妈妈就安尼白白人话拢还袂讲了，就走去啊，迄是搁较歹接受的。毋过生命无有意义，这一直是基督教信仰所拒绝的代志。对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看起上帝使者甲先知是偌尔啊迫切，要约瑟来指出苦难的意义，佮有方向。这个声音是要安怎真强烈，才着天使，才着先知的声音，真主动要互约瑟来看起伊生命的方向，佮有地图。这个声音激励约瑟起来，就向生命的道路向前。迄条路是耶稣基督要拯救世人的路。伫迄条路，上帝会亲自来成全伊的拯救。所以，一开始，个八类型的囡仔，个查某囡仔，毋敢若伫暴力中白白死去尔定，反倒当因的死，成做指出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一个记号。因的死，成做先知的话应验的一个记号。即两日，咱的教会拄啊举行了全人更新营。我毋知影这个时阵，咱当中敢有人伫中间受到圣神的遗传，看起家己生命的状态，佮有方向，也是嘛伫耶稣牧师的讲道中间，看起上帝的话语伫伊的生命内面，来画一幅地图，互伊知影安怎来看家己的生命。上帝的话甲上帝的圣神三甲做伙，来引带咱认捌耶稣基督，就是经文所应验的，要拯救全人类生命的主。所以伫今仔日分享的线尾，也请咱大家甲咱生命中感觉无有意义的、无甘愿的，互咱惊吓死亡、遐个痛苦、遐个无法度想无的代志，搁一摆摆咧伫生命的主的面前。今日邀请咱大家，搁一摆恳求主，互咱会当倚靠伊的话，搁有伊的圣心，就知影安怎看遮个代志，就知影安怎亲像约瑟，听到就起来，行迄条会当带来拯救甲生命的路。这时阵，邀请咱大家先为着家己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伫阮生命无用的中间，时常阮无法度来知影遮个苦难，也是遮个辛苦的意义是啥物。毋过主耶稣，求你赏赐阮，亲像约瑟同款的迄款的谦卑，伫安息的内面，我会当听见你伫面梦内面迄个有气力，毋过佮温柔的声。就知影你要安怎引带阮的生命。亲爱的耶和华上帝，感谢你，你时常差遣你的使者，嘛差遣你的圣神伫生活的中间，伫阮生活的中间来摸着阮的心。主要说，你赏赐阮信心甲望，用圣神来摸着阮的心。阮嘛搁要学乐你，因为感谢你，接着先知的话语。互阮会通认捌你的国度是安怎临到伫阮中间，所以求你帮助阮，搁较侪来倚靠你，就知影咱所经历的苦难，一定有你的心意伫中间，帮助阮搁较谦卑，更较谦卑，拄起阮伫生命中的骄傲，互阮会当谦卑，亲像约瑟。你甲阮讲的是。阮就会当起来，来行迄个生命的路。
求主你引带，求主你赏赐阮快乐，感谢主。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